今年生个楼啊，压制粉丝，开支汽车，但真刚塞。最主要是今天不要买路钱，出去旅游啊，我觉得我运气很好的，我到哪里不堵车。退休躺平的情况下，还能开着宝马车上井冈山，你们说是不是要谢谢党？进入开半马那种自睡觉就是这样不对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大家拉出去，忆苦思甜，要破自行车。破的自行车那骑不动。哎，你这件衣服昨天没有换啊？你这个不要放进去啊！怎么说我衣服都没换了？我昨天一整天就没有出汗。现在我们吃过早饭，叫了一个当地的老乡带着我们去黄杨界。你有没有退休工资的？1000多块钱。你怎么会1000多呢？我们下岗工人。哎呦，那我3700比起来还算是。那你很幸运了，我们这里3年激励好少。那我们旁边一位他4800嘞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老乡，你也唱一下呢。心中有苦。没有他们打天下，我们现在还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对呀。爸爸。